是拜父神，在你恩典之下，我们成为你的儿女。我们都知道，从小到成长，父母亲成为我们生命的导师，他们辛苦不只是养育我们，而且用主你的话来教导我们。我们现在有的已经成为父亲，有的成为阿公。主啊，我们要再一次彼此学习，彼此激励，要有主所赏识美好的父亲形象。那我们在生命过程当中，成为一个美好父亲，做为父的心，能够为主来做美好的见证。愿主的话语成为我们生命最大的帮助。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各位弟兄姐妹在我们一起分享之前，有一个短短的影片，也许大家都看过。不过我要借这个影片，让我们知道说，一个为父的心是怎么样的心智照顾他的儿女我们来看一个短片。在几年前，这一个片子很多人看过他讲到说，一位伟大的父亲，他身体很健康，常常参加铁人三项的运动，体格很好，但是神却在他的家里面安排了一个很微弱的萎缩症的一个儿子，但他不把他藏在家里面，也不觉得是一个羞耻的事，而是带着他这个残障的孩子，勇敢的迎向挑战，游水、骑脚踏车，还有慢跑。影像里面有听到歌声了没关系，所以从那个1/3开始播放没关系。前半段比较一个前置的而已这个故事是一位美国的父亲，他很喜欢参加铁人三项的活动，但他家里有一个小孩身体是萎缩的，不能行动的，但是他把这位孩子带出来。你知道铁人三项要游泳，还要骑脚踏车，还要慢跑，他就是带着这个小孩经历所有的运动，而且这个小孩充满了信心，也充满了那个盼望。他觉得我也是参赛者，他不觉得他是一个残障的人所以从大概1/3才开始播放，前面的一个前置之外可以不用，没关系。他从小带他游泳在游泳的时候，他用一个橡皮艇带着他游。
I can only imagine when all I did, yes, forever, forever worship you. I can only imagine. 这一个字就是 can， 我也能做得到。这是一个伟大的父亲希望给他孩子的父亲的形象。有时候看到这个片子会觉得很感动。有时候神在每一个家庭里面摆放了不同样的一个角色，但是我们希望我们的家里面每一个人都是健健康康、很活泼、有聪明，但是不一定在有时候会碰到一些挑战，但是你的心中觉得是什么，你生命就是什么。这位父亲他不觉得他的孩子是残障的，是跟他一起接受最严格的体能考验的一个铁人三项的选手。各位弟兄姐妹，你觉得你自己，你是做父亲的，你觉得你在儿女的形象是什么？是只是一个被动责任上必须要养育孩子呢，还是你觉得神在你身上已经托付一个非常重要的属灵的任务，就是你要把父亲的形象，从上帝而来的形象，能够传达给你的下一代？所以呢，怎么样让孩子以父亲为荣？以父亲为荣。我们在圣诗的我们现在有华语的新圣诗的，华语新圣诗有第25首，有一首诗歌，等一下我们会用这首诗歌来唱回应诗那诗歌写说：奇妙圣灵，美好又动听。那这首诗歌里面描述了上帝给我们的父亲的形象、母亲的形象。通常我们祷告的时候说天父上帝，对不对？我们在天上阿爸父。但是这首诗歌它非常的微妙，它把上帝的形象用不同的角色来描述那其中我们来读这两节读这两节。第2节我们一起一句一句来读好不好？它是描述上帝是慈母的上帝来，慈母上主，工作日积夜，筹划宇宙一切奇妙创造，智慧掌理万有，井然又和谐，欢畅而善爱，慈母上主。它是用慈母来描述神那第3节呢，它就描述是父亲我们再练一次，来，慈父上主，拥抱众孩童，担当人类生活重担痛苦，关怀舍给我们，复合享恩宠，欢畅而善爱，慈父上主。好，我们以前的刻板印象把上帝描述成一个严格的父亲，但其实这首诗歌很有趣，它也描述父亲，描述母亲，也描述阿公，也描述青年那是表示神有多样性的一个恩惠跟能力在我们当中，让我们更完整的理解上帝的爱。那我们怎么样让孩子引以为荣呢？我刚刚有讲说，我们怎么样在孩子身上塑造一个形象，那是很重要的。在无形当中，你已经传递给他了。而且一个小故事说，有一个父亲呢，他有一天无意间听到他年幼的儿子呢，跟他的同学在聊天。那个同学呢，他的同学呢，非常的感觉很骄傲，他就跟他的儿子炫耀说：“我的爸爸跟这里的市长非常的熟他们常常见面常常互动一起聊天感到非常荣耀那这位父亲听到说：“哇，这个孩子的同学竟然给他讲，他会不会觉得有一点感觉比不过别人会不会很泄气但没想到他的儿子这样回答说：“那又算什么呢？我爸爸和创造万物的上帝很熟而且他每天都带着我一起跟创造天地的上帝祷告，跟他谈话每一天都谈这个当然是童言童语，但是你会看见孩子他身上认为的父亲的角色已经达成了，所以这个爸爸受到很大的感动。原来他平常的属灵的习惯
让孩子心中已经造成一个非常深刻的印象，而且让孩子引以为荣。虽然在这个社会上市长是蛮受尊敬的一个角色，但是他认为天上的父亲更伟大。所以，各位弟兄姐妹，我们知道说父亲要做儿女的榜样，这句话当然是绝对没错的。但是有一句话说，它不只是榜样，不只是其中的一种而是唯一的一种。意思就是说，我们唯一爸爸就是要做儿女的榜样，没有其他的方式啦。所以我们要一个理解，就是说，父亲他遗传给子女的不光是你的长相，我们都说这个很像，有时候小孩子一出生没多久，看到爸爸以前孩子的照片，看起来很像，对不对？长相好像同一个工厂出来的，没错，这个长相是基因的遗传，但是更重要，我们是要去肯定说，我们要传给子女的，更重要的是生活的态度，我们的思想想法，我们的积极面，我们的价值观，这些我想对孩子的感受会更重，会更大。那有人做调查说，现在台湾社会或是整个世界那个演变当中呢，它有一个标题是说，这是一个缺乏父亲的时代，或者说父亲常常缺席在孩童生命当中。在几年前有一个调查说，全台湾的学童当中，单亲或是隔代教养的比例高达11.7%，其中隔代儿童又是占其中的3.19%。那难怪呢，我们现在台湾呢，在这几年当中，其中最先推动的，有我们那个1919，就是我们的救助协会，基督教救助协会推动了我们的整个台湾很多教会都举办那一个安亲，就是我们的儿童的这个安亲班，它是免费的。是希望这一些隔代教养的家中没有足够人来培育的这些儿童，能够有一个回家之前有一个非常安稳的一个学习的环境。那我们都会把它称为，我在高雄的时候，我们的那个研究家他把它称叫做这个约瑟成长班约瑟成长班这样子。那这个是我们现在社会所碰到的一个基本的难题啦。那有人在研究说，差不多有20%的父亲每天陪孩子的时间少于1小时少于1小时。那40%的父亲坦言亲子相处的时间不够，有些孩子每次跟父亲独处的时间仅有6分钟。你觉得6分钟怎么做？一定是爸妈回来说，洗手了没有？洗澡了没有？吃饭了没有？做功课了没有？去睡觉就这几句就6分钟了。那我们都知道这些环境呢，需要一个充满爱的家庭来成长，让孩子在爱当中成长那联合国曾经提出一个警告说，这个世纪最严重的社会问题是家庭的危机啦。那父亲是危机背后的主因，所以有人称说这个世代是无父的世代。当然也不是说把那个严重的责任都加在父亲的身上，只是说父亲的角色在现在变动很大的社会当中，他们所面对的挑战更大。所以呢，我们会去推动说，一个父亲美好的角色应该有这3项3项在家庭里面很重要的责任。第一个是养育的责任，我们都知道上帝把孩子赐给我们，是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所以既然孩子是上帝所赏赐的，父亲担负起管家的责任，照顾这些宝贵的产业。那当然，儿女要记住说，父母养育儿女是天职，但是也不是说孩子是予取予求的是要回应回报亲恩，是一个理所当然的事情。那第二个角色是教导的角色。有一个笑话这样子写说，一个小学生很少在课堂上交完作业、写完作业，每一次都迟交。那老师觉得很头痛，每次问说你怎么不交？那孩子就只回答说我没有时间很忙对。小孩子这样子回答，童言童语的，老师好像讲都没有用。
到底这个小孩子真的在忙什么呢？他就有一天决定就要去拜访他的家长到他家里去拜访。到他家里面，父母亲也很客气，很随和。到客厅一坐，那个时候已经3、4月了。那老师就可能转头看到说：“哎，奇怪，客厅的角落还有一株那个圣诞树还在那边。”他一看的时候，参观他那个家长就赶快解释说：“对不起，我们这个太忙了这个没有时间收拾了。”然后这个老师就知道说，原来这个孩子会这样，爸爸也差不多吧，爸爸他3、4个月的那个圣诞树还凑不起来，难怪小孩子都会写作业写教得慢这样子。那只是要显示说，父母亲在子女的一个榜样当中无形中就形成了。那我们知道犹太人的家庭教育，刚刚读的《生命记》上帝要求这些做父亲的一定要达到做教导的责任，所以他们在会堂做礼拜，他们要倾听拉比来讲道讲圣经他们就很认真抄了，很认真记录。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有这个责任，要把当天拉比就是教师所讲的要带回去教导自己的孩子。等于他自己要在孩子面前也是当老师、当牧师，再讲一次给孩子听。难怪他们很认真在学习，很认真在做记录。所以我们看到这样的传统，看见了父亲是一个教导者，也成为儿女的榜样那第3个就是陪伴，那更重要。有人觉得说陪伴就是孩子在那边玩我在那边有什么关系？其实陪伴对孩子的那个心灵更重要一位成功的律师，他这样子写他的一个回忆，他说：“我一生呢所收到最珍贵的礼物，就是有一年的圣诞节，爸爸写给我一张卡片，上面写着说，孩子我一年要给你365个小时，就是每一天1个小时，在晚餐之后呢，给你1个小时，这个时间是属于你的，你可以谈一谈你今天喜欢的话题，到你喜欢去的地方，或是你蛮喜欢的游戏，这个时间是你的，我要陪你这样子。”他的爸爸实现了这个诺言，而在以后的每一年当中，他都给他同样的承诺。这个律师，一个成功的律师，他讲说：“我爸妈给我的这个是世界上没有办法用金钱买的珍贵的礼物。”孩子在成长过程当中，真的有许多的变数，但是有爸爸的陪伴，是一个非常安稳的一个环境那所以美国的罗斯福总统这位出名的总统，他这样讲了一句话说：“在儿子面前，我不是总统，我是一个父亲我是一个父亲。”所以呢，做父亲的怎么样透过这些角色，让孩子在整个追寻生命的过程当中，就自动的找到那个正确的定位，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如果用圣经的角度，可以再做一个解释说，父亲在家中不只是一个实质的我们说金钱家庭需用的供应者而已，这个是本来基本的，而且要成为教师，要成为祭司，要成为先知。教师就刚刚我们从《生命记》看到的第6章6到7节说，上帝对父亲的提醒他说：“今天我向你们颁布的诫命，你们要放在心里，殷勤教导你们的儿女，无论在家或出外，休息或工作，都要不间断的温习这诫命。”他把这个诫命或是这个教导看成是一个生活当中无时无刻要呈现的。那你怎么说无时无刻呢？不能老是叫孩子坐在你前面说：“我教你这样，教你这样，教你这样。”不是啦，是因为你爸爸跟孩子一起生活，在生活当中每一样事情都是学习，每一样事情都是功课这是一种态度，一种形象。那第2个是祭司，我们看到约伯记呢，他记录了约伯他爱他的儿女，说每一日就为儿女献祭。那代表从今天的角度是，你每一天都要为子女献上祷告，为子女代求，这个是做父亲最棒的权柄，这个是带有祝福、带有能力的权柄。愿每一个父亲每一天都为子女祷告。那先知是比较属于教导、教训的，所以
就是教训、警戒、责备，让孩子不会偏离正确的道路，用上帝的话来教导，这个是一个非常棒的一个事情各位弟兄姐妹，我们今天读的另外一段经文是保罗写信给他的属灵的儿子，就是提摩太。他接着这个话，我们也可以把它引用成为保罗对当父亲的角色。父亲怎么教导儿女？我们可以从保罗这个身份来做一个模范来做一个学习，做一个角色的提醒那我们如果从经文的脉络当中有学者会这样子提，是一种推测就认为提摩太可能是单亲儿童。不知道你读这段经文有没有这种感觉啦？因为他都没有提到他爸爸。提摩太住在路斯德，他的爸爸是一个犹太人，爸爸是希腊人，妈妈是犹太人，所以提摩太从小就由外祖母，等于是他有上帝的这个传统，有这个信仰的传统，从外祖母到他妈妈到他自己，那好像爸爸是缺席了。但我们不能说有100%的证据，有其他的资料说他的爸爸是过世了或是怎么样。那提摩太的妈妈叫做有尼基，她是外籍新娘，因为他们嫁到希腊去，那是外籍新娘。但是他妈妈跟隔代的外祖母罗以承担了这个教育的责任，而且看起来从形象上觉得单亲就是负面没有提摩太竟然是在母系的家庭里面受到非常棒的照顾，而且非常好的一个属灵的教导，所以保罗称赞他，他说从小你就认识这个圣经，从小你就是从妈妈跟外婆得到这个教导，所以也许这个是一个推测，但是圣经没有很完整的，也许希腊人他本身从小没有这样的信仰，所以保罗能够选择提摩太当成他的门徒，一定是因为他从妈妈跟外婆这边得到一个信仰的根基的。但是也不能说这样子就没有影响保罗在写信给提摩太的2封信当中，多多少少提到说，好像提摩太在缺乏父亲的形象的家庭中长大，所以他好像他的性格比较退缩，比较不够勇敢，有点懦弱。那怎么证明呢？保罗写信的字里行间有这样的话，保罗叫提摩太这样说：不要叫人小看你年轻。这段话我们很熟，在提摩太前书4章12节，就说你要在各方面都要成为榜样，才能这个爸爸来要求孩子，你要勇敢，不要觉得你年轻什么都不会。第二个，不要轻忽所得的恩赐，要用你的恩赐来发挥出来。再来说，要专心，使众人看出你的长进来。哇，叫他要长进这句话是爸爸才讲的话，对不对？你说别人的孩子你这样讲，人家说，又不是你的孩子，你干嘛教所以保罗是很清楚的认为提摩太就是他的儿子还有一段，保罗说，上帝赐给我们不是胆怯的心，是刚强、仁爱、谨守的心。保罗应该不是随随便便，好像觉得有灵感就写这句话，他一定是跟提摩太相处的时候，知道他是一个非常敏锐的孩子，很聪明的孩子，很乖巧的孩子，但是那种好像勇敢跟那个坚强的力量好像不大够，所以他就用这些话来勉励他。他还亲自讲说：“我儿啊，你要在基督耶稣的恩典上张扬起来。”在提摩太后书的经文里面。好，这些都是我们从一个经文的脉络里面看见保罗对这个提摩太一个鼓励所以保罗选择提摩太做门徒，他称为提摩太的父亲，他很亲密的称呼提摩太说：“做基督耶稣使徒的保罗，写信给那因信主做我真儿子的提摩太。”好，那我们今天不是说，现在有很多社会问题啦，单亲家庭很多啦，觉得是一个麻烦的事，不是啦。我们是想说，目前面对的社会这个新氛围，我们可以从提摩太他的角色，他虽然是有单亲的一种情况，但是竟然他成为一个上帝勇敢的战士。昨天我在跟青少年分享的时候，有应用到提摩太的话，
提摩太书的话，就是保罗也给提摩太讲说，你要做基督的英勇的战士。他说你要做战士要怎么样？要像当兵的要遵守规矩你要当要遵守长官的要求。那你做这个选手，你要遵守这个规矩你要像农夫一样，好好的经营你的农场，要照实能够收获。他保罗就一再的要求这个属灵的德行。所以我们看见说，好像在先天上，提摩太父亲有缺席，但是保罗借由属灵的教导，补足了这一个青年提摩太，这位宣教师，这位传福音的勇士，一个更棒的一个教导。那我们从这个角度去切入的话，我们也知道说，现在面对严重的单亲儿童、隔代教养、外籍妈妈，我们教会觉得应该看见我们的责任，因为有时候这些单亲引起的因素不是我们人为能控制的，对不对？很多我们没有办法去预测的有时候父亲因为生病离开了，或是怎么样，好了，但是我们看见的时候，能够用我们基督徒的一个属灵的恩赐，像保罗一样，代理了父亲的任务，去教导了这位优秀的提摩太。教会里面也许有这样的看见，我们可以从我们自己教会开始，从看见这些年轻人、这些小孩，他需要关心，他需要父亲的形象，我们这些做爸爸的也可以加到这一个角色上面。当然，我们在社区里面有需要，那就更好甚至我们觉得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属灵的任务所以保罗就这样对提摩太这样说：至于你要持守你所接受和确信的真理，你晓得谁是你的导师？他是这样子用很清楚的跟他提到这样的事情，因为他是他的导师，他是他的父亲。你也记得你从小就明白圣经就是能给你智慧，以至于你借着基督耶稣而获得拯救那本书。换句话说，保罗借由他妈妈跟阿嬷所给他的圣经的话语，再由这位属灵的父亲给他做肯定说，这个圣经你从小学习了，你就得到最宝贝的恩典。所以你要确信他，你要得到智慧，你要从主耶稣里面得到拯救。所以他后面讲的这本圣经，保罗讲的这句出名的话，他说：全部圣经是受上帝灵感而写的，对于教导真理、指责谬误、纠正过错、指示人生的正路都有益处。他再一次肯定提摩太在妈妈跟阿嬷的成长过程当中所做的教导。他说：要使侍奉上帝人得到充分的准备，能做各样的善事。提摩太后书3章14节到17节这段话讲出了几个重点。第一个，如果说从父亲的角度，保罗怎么教导提摩太？我们现在以父亲的角色，我们要持守所接受、确信这个真理，圣经的真理。父亲的要非常理直气壮、会有信心的一个坚持住。第二个，父亲要成为儿女生命导师的一个自觉。你要觉得说，这个不是请别人来教的，是我有这个先天的使命，神给我的，我要成长，让他在成长过程当中知道爸爸给他一个最宝贵的生命的教导。那父亲要持守圣经的智慧跟得救的确信，就像16到17节保罗所提到的。保罗讲这一段的话是讲说，圣经是获得胜生命的益处跟能力。所以圣经不是来教会由主日学老师教，或是由牧师讲道给他们做一个教导，而是你在家里面又让他觉得圣经是我所重要。就像那位孩子童言童语说，我爸爸每一天都带我跟这位创造伟大的天父来对话一样。那这个经文就是在讲这件事情那最后我们要分享说，哥林多前书也同样，保罗在这段话里面也是他讲的。他说，一个父亲应该有的这种形象。保罗是对哥林多教会的弟兄姐妹讲的。他说，你们要效法我，像我效法基督一样。换句话说，他本身成为这个教会弟兄姐妹的一个
一个标杆、一个模范、一个榜样，所以他才勇敢说：“你要从我学，向我学耶稣。”再来，等于是邀请每一位做父亲的跟子女，就是要让子女来遵从父亲所传的、所接受的教训。各位弟兄姐妹，我们今天在这里来过父亲节，当然每一个爸爸都很辛苦付出了很多的代价跟劳力。我们现在台湾的社会，因为父亲他要面对社会的挑战，要去赚钱，要去养家，有时候会觉得说好像力不从心但是请记得，你在很努力想要给孩子一个安稳的家，一个富足的这个物质生活的时候，请记得这些不是全部，这些也不是代替你的陪伴、你的关怀、你的祷告，你在家里设立祭坛为孩童祷告。其实呢，有时候我们太多的富裕给孩子，孩子反而是有一种骄纵的心，有一种类似好像这个是我应得的，他根本没有办法接受到外面这个严酷社会的挑战。反正你给他一些困难，给他一些缺乏，他才知道物质的宝贵。那这样的话，这个就是生命教导的一部分，而不是说你无限制的供应，让孩子觉得理所当然、予取予得的。愿神透过保罗所说的话，圣经《生命记》所说的教导，我们每一个父亲呢，就成为上帝所是一个最棒的一个美好的父亲形象。